况，因为我们的之前承诺教育部的1亿元资金，在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完全进来哈，所以我们已经确认教育部已经在公文，在经过几天之后会到达学校所谓跟学校勒令所谓的停办。那就是说，在停办的状况之下，目前现有的学校方面要怎么去做处理？那有没有跟学生做一些沟通呢？我们之前就已经会预期有这种事情发生，那之前已经召开好几次的一个学生安置办法的一个说明哈。那教育部今天早上也有来文有关于学生的部分哈，那他会在8月中旬的部分会来我们学校做所谓的学生安置。那学生安置的部分呢，他可能会找其他邻近的学校来，然后把其他学校所开出来的一个条件，然后确保学生能够受教前能够得到保障也不会损益到学生的一个权利哈，然后让学生能够顺利安置转学到其他学校。那这也是学校目前能够努力尽量确保学生权利的一个部分我们会跟教育部密切配合，然后把学生安置部分呢做得相当的尽善尽美。就包括学姐部分也都是无条件的用转移的方式过去吗？学姐的部分对，学姐部分也会无条件转移。我们学姐部分目前之前有跟云科大已经做密切的联系了，学姐部分以后可能会先交给云科大去处理。那就是说，包括教资源的部分呢？那教资源的部分那我们之前已经通过许多的办法针对教职员工的福利部分、权利部分有做一些办法。那包括学校部分有提出所谓的优资优退的办法。然后有所谓的一个资遣的办法那现在目前我们把这些办法呢都已经学校部分已经完成，那目前报给新的董事会去核定。那新的董事会在教育部把新的董事名单核定下来之后，我们新的董事会就会召开，然后把这些办法呢审核，然后尽量让它通过，然后确保所谓的教职员工的一个权利部分那目前教职员工的部分，我们现在大概分为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请教职员工先提优资优退，目前学校是定3个月的一个前薪的一个部分那优资优退的部分，如果老师不提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就会进入第2阶段，就是所谓的安置计划。那安置计划的目的就是让老师部分在学校授课，那剩余的时间能够让老师能够到外面去找工作这是进入安置阶段。然后最后第3个阶段就是所谓进入一个强制执行的部分了。那当你强制之前，我们这个部分比较审慎考虑要经过所谓的学校整个3级3审的一个校教评的一个审查。那当然这部分我们也会跟教育部做密切的沟通联系如果把这些完备的法令做到尽善尽美，让学校呢能够在这个3级3审方面呢做得到尽善尽美这样子，然后确保老师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目前学校已经确定要停办的情形之下，就是学校方面后续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那停办之后，可能我们还是要遵照董事会他对于停办之后的后续规划问题那可能第16届董事他应该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讨论那当然停办之后，依照目前的规划的话，可能所谓的一个转型跟退场那转型的部分，他们可能要讨论他们后续还可以做哪些的一个转型然后增加学校的目前的财源，维持目前董事会的运作有关于学校目前欠薪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董事会能够积极筹措财源来解决目前欠薪的问题啦那所有的教职员工的一些权利保障，我想我们学校也希望董事会能够尽量帮教职员工呢能够争取到他们应得的权利那希望董事会的部分呢也能够尽快去筹措资源财源引进一些相关的企业看要来做怎样的一个处置方式然后赶快把欠薪呢把它还清这样子。欠薪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大概是欠了多少？欠薪的部分是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所以到目前到7月份已经计欠3个月的薪资。那大概金额是多少？那3个月薪资大概22400多万左右了。学校是已经